之间。哎呀，这是穿灯鞋的足迹，这是女的足迹。这黄青鞋帽女子谁来当？世事平平雨萋萋。这姚门之王，为吾于乱中遇计呀！哦，是了。平日娘子丢马，借天气而令风息荡，鼻孔东外千斤体，因此上借他为去相容我。娘子，娘子，既要为到相夫君，也应该对我未来的这位家。不对呀！想我娘子也自见，这因是不容无名官车王，他的马也令其他同为夫。将我娘子乃官教之女，千金之体。应长期谁有这样的庇护？怎难终于尽呢？莫非他另有新欢及臂膀？不为呀！我娘子平日是贤德女，我怎能平白无故去冤枉她？也是不定啊！这几天官诈不断突空，实际他万一贼草风范，莫非他？哎呀，我回去看看。我急急忙忙，为要做。看见娘子睡朦胧，我恰慢上前去敬奉他，给他醒来是从用。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，才我来在寒窑中，家无个月亮，但亦难顾动。莫非他今日变记忆，他领袍披
当要插乱风。娘子，我梦真穷子穷在东，但给领吹那是永冲，金榜题名天下闻名，到那时我头戴着乌纱，身穿着红袍，坐定在高处，要记得遇当我摇摇摆摆摆摆摇摇出长远天，你吹风嘛，就不要下雪。哎，既下雪嘛，何必吹风哦？哎，今天出门赶杂没有赶杂，反受了一等衣落。哎，身上的衣服都被风气打湿了。哎，我在路上拾了几根芦笋，我不免将菜点起火来，也好将我的衣服烘干。等他醒来，再与他理论。哎，君子不得志，反被小人欺。我咋得了志？当吃当罢。你这两个石头和尚，可要看看我李老爷的厉害。哎呀呀呀呀！不但小人气，吹呼都要气，我就不靠。乖，这路在下地，到交城一个10日。倒引起我李老爷的私心来了。我以10日为地，10路都在九度空。都在呀，都在呀，都在。我开口都在，闭口都在。难道李老爷离了这么烂事，就不想我了吗？都在。哎，10路之门就不开，满地水星转归来，苏许难解几何动啊？就用相待。实苦，哎呀，不好，苦难言。我饥肠辘辘，东吴难当，玩在什么野狐后？饥肠辘辘心寒酸，凤凰仙那是金川，
神奇激动为要转，实在万不才不理谁傲天同情难保全。咦，怎么？一说是觉得身上，哎，暖烘烘起来了。哎，我来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起的陆军。陆军？哎呀呀！陆军人下体之人，怎么你可以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，真的让我们思维。哎呀，你不怕冷吗？打仗谁喊儿不冷？那你看我，不冷呐！秀才，在数据外天，你得与还是？且与何难？生人之道，非礼不同。陆军乃是下体之人，怎么你可以顶在我的头上，真岂有之理！你呀，真是啊！在回去替你送碗洗碗呢。洗碗？嗯。香啊！秀才，你去玩洗碗吧。秋气难当。哪里有什么秋气呀？不接近。哎，请擅自把米做，无言不接近呐。夸不用啊！哎呀，你少吃一点嘛。哎，我宁可清贫，不可受苦。这是什么话？不去就算了啊！算了！哎呀呀呀，这些人也算得了吗？好，我来问你，这前面杨上路，后面呢？绕到岭啊！你也知道哦？既知道前面是杨上路。后面是鸟道岭，光听情报不能明，眼看要冲杀敌心，我你这碗稀饭真累。你问这碗稀饭么？哎，哪里来的？他们只有来路啊！哎呀呀，他只有来路啊！哎呀，你呀，你枉为相府千金之体，简不知自私大礼。你枉为相府千金女，你
秀才为得要来，面有不悦之色，出言不遂。想我夫妻撇撇以来，他从无这等光景。他心中定有难解之处，带我去问个明白。秀才，你为要来不问原因，你又怎知讲心呢？我这里不问原因，你哪里也知讲戏啊？秀才，你从早出门，为得要来把我冷风一着的，你就不念为妻为你，甚至谁还我？要加金呼喊，必是迷无塞。哪来？什么？塞米呀？他倒问我要塞要米呢。我不免将他轰出窑外，评估足迹，这这道理。啥米呀？有啊。啊，在哪里？在窑外。哎呀呀，你怎么不拿进来呢？这是我拉他不动。那我帮你去呢。好，走。塞米在哪里？塞米在哪里呀？三问塞我米，就是我和你。既无塞我米，不该哄为妻。慢。那这你我二人门主要来无了，不如叫你出来。那，来看看这些景，看看这些景，看看这。我们处在什么境遇？还有什么心情来观看西景啊？环境可以御寒，平息可以团结。你是什么？娘子啊，你看路上的好景致，好景致啊！你看山上的景致再好呢。娘子，你看地上的好景致，喏，你看天上的景致多好啊！我是路，它是山；我是地，它是天。哎呀，人生有些你哦。秀才，你拟我些什么呀？我来问你，这大的是冰块，小的呢？朝上去，西上面是西花呀，西花旁边是胡草莓。哎呀，我说是这个，哪个？这个哪个呀？哎呀，那这个，这个。我到秀才今日为得要来，为何这样气势汹汹？原来他现在作贼而生疑了。我暂且不与他生命，把这个帅秀才气上一气。秀才，你问在南中女婿吗？这南中是谁？是你的呀？是我的。我穿的是永谢，这是丁鞋的足迹。秀才岂不闻长子满兄为永谢变丁鞋呀？好一个壮子满胸为永谢变丁鞋，那么这小的呢？也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这就不得了，一到庄子路，大作变小作。这是为妻我的足迹，是你的。你不得要来，吃要何事啊？吃来嘛，放你呀，放我啊！放我嘛，也不过是要钱要货，要住要有。你看，放啊放啊，放到羊肠路上去了。为妻一步望一步，放至羊肠路。
陈王啊，陈王，修人呐，修人，修神。哼，为人在世见不了三桩大事，这就叫修神。哪三桩？那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那就是这三件。别人之事不归王谈，为妻我啊，谁见得了？我看你呀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，见得了，见不了。想当初，在彩礼之上，炮打彩酒，招财不许，许多王孙公子鞠躬申愿，我都不中。当时见你在外故人，再把彩酒赠送于你，这算不算富贵？不能赢啊！那人呢？相互见你平庸，要我回亲，我誓死不从。再被相互滚出府来，这算不算为吾不能缺呀？小小的身子，小小的身，贫贱不能移呀！我看你就见不了，那我更能见，见不了。我随你来在混淆之中，两无隔业，一无所人。我按兵杀术，并无怨言，见得了吗？不但能见，而且见得过于了。把你上车一样，你敢言过于良人？四出彩礼，真被庸俗，都出在你们中。穷，哎，穷什么？就在自口呀！哈哈，这是当今的贫穷，按主一时不服。我在一旦高中，天下扬名，那是用战国的母亲，羞杀的母亲，还要提升你呀，你这个千金小姐啊！就在杀得高中，也不忘为妻生计生活，是苦还心啊！爱蒙真是功名是朝前，我看你呀，你没有福气做夫人啊！哎，不忙哪里去？夫人要进去呢。不忙，这足节之事一并。哦，实测时算平，平不了。烧啊，烧不行。洗呢？哎呀，洗不了。那就罢了。罢了。哼，你罢我不罢。我对你说，今天平得了出去，你就紧要请我；要是平不了出去，你宁是修见我面。我看你呀，连钢筋都不要了。我要把这个孙秀才气完了，等我进去与他说明了吧。哎呀，你当人，你要打人啊！你当人，你要打人啊！哎呦，好，你要打人，好，我今天要打人了。哎呀！两口子打架，与这啥个无关嘞？哎，你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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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你打！好了，算了吧。秀才，你要打谁呀？我要打穿钉鞋的。哎呀，秀才呀！
谁这句话在中听啊？为其哪一句话不中听呢？那，你呀，真在句不起，不中听，不中听，不中听。哎呀，我真要与他生命，他还是这样凶狠。我还要气他一气。现在展开去到哪里去啊？你管我不长。我都管他不长了你，哎，我不是你出去，哎，不是你。哎，穿钉鞋的呀，你明天来不要穿钉鞋来，你穿绒鞋来嘛，免得我叫秀才要凭捉起，让他来一个找吧不分啊！什么找吧不分啊？什么找吧不分啊？哎，穿钉鞋的，你来，你要是再来，我就当你的狗腿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气死了！我不要做人了！秀才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我要死了！你拿的什么刀啊？是棍子呗？棍子！哎呦！你去！愿与爱女心，偷偷名人送人礼。你还要来不问青龙与朝拜，反出言语伤为妻。你王位之事大礼拜，鸿门秀才将人妻。战鬼，自从他到要来，我与他相敬分享，哎，总算是十不从几，一不乱。他从不半点冤与悔，他真为主臣这种事，只怪我理性心安悔。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哎呀呀，这些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像我娘子平日十分温良严守，只要我上前背过礼，定然不是了。娘子，不要生气。娘子，被人出言冒犯，娘子是个宽宏大量之人，只要把话儿讲明了，定然无事了。娘子，那被人与你这相有理了。此事岂能当作儿戏的呀？是啊，是非动儿戏，非动儿戏呀！哎，我岂能轻轻做过一就罢了吗？
我便要下骨转力，不可啊！娘子，不要生气，那被人与你这相有理了。娘子，孩子需要三思，下次不可操此。是。我道场无端呐，当将事无非，满天永无山啊，也得偏夫妻。哎，我说是一对美夫妻。既是美夫妻，你就不得动财惜你的了。神非圣言，所能复古，古人改嘛，算莫大意。呀，秀才你怎么了？娘子，我的腹中起我了。哦，来为妻替你人问洗碗呢。哦，多谢娘子，多谢娘子。哎呀，已经冷了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冷吃冷饭我都能吃，我都能吃。冷言冷语是人心哦。娘子，你又来了。妈，我还要问你几句话呢。什么话呀？你刚才为要之时，我见你饥饿难当，与你盛了一碗稀饭来。你讲了许多话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？什么话呀？吃了再说。妈，你说秋气难当，何为秋气难当啊？这，那娘子，你听错了。那我是这样讲的：今天出门观察的是风息人大，满天有雾。哎呀，我说今天雾气难当。那娘子这碗稀饭吃得这样好，这样香，无求之有啊！雾气难当啊！雾气难当。妈，你是不接人，谁不接人呢？那你又听错了，我是这样说的：今天出门的时候，路滑得很，我在路上绊了一跤，那身上压了一身烂污泥，那我说我的手不接近，并没有说你不接近，还有快不用，何为快不用啊？那我是这样说的：我见娘子这碗稀饭吃得这样好，这样香，我想端过来就好，来一步顺流而下。筷子可以不用，筷子可以不用。妈，这几句话我都不气，唯有2句话我是最气的。是什么话呀？你是宁可清贫，不可说富。谁清贫？谁说富？这，那娘子又听错了。我是这样说的：我见娘子用人稀饭的事宜举止慌张，我只怕你把这砂锅要当破了，所以叫你这颗轻的，不可触破。真正之道，非礼非言，有什么清贫呀，说富家。秀才，你竟是先去观察，当七当八对你是何啊？哎，不得当七当八倒也罢了，比起当七当八，我的气就涌上来了。平日先命中又吃饭，今天先吃饭又命中，梦中去世一场空。
那当吃当罢，二人为路靠虎，见了我不理不睬。哎呀，娘子啊，我的父忠欺我难当，我就心生一计呀！你心生何计呀？我将身上衣服撕下一块，丢在湖里，他二人分着补去。一个说：“哎，师弟啊，你的衣服烧着了。”一个说：“哎，师兄啊，你的衣服烧着了。”他二人刚一起身，我就得是树上葫芦，靠他一个霸王虎啊！司机呀，只有你现在才想得出哟。哼，他们的计比我万样厉害。那当其实，哎，师弟啊，今天李老爷来了半天，你为什么不替他倒杯茶来呀？这是他们在正经里呀。正经？那当办，倒了一大碗的茶，找不到，治不到，刚刚去到葫芦旁边，他就扑通一声，哎呀，倒了！哎呀，碗倒了！谁家倒的茶哪里会变碗呀？洗碗倒了！啊！哎呀！洗碗倒了，洗碗倒了，洗碗倒了，里面还有米呢。啊，有米呀！哎，有米米呀，真是！哎呀，好米呀，好米呀！哎，好米呀！哎，好米呀，好米呀！看自见西地之上，家应不至于多伤。这是暖地之境。哎呀，这是穿灯鞋的之境，这是女的之境。这黄青鞋帽与谁来当？此时冰冰雨气强。这窑门之王，为我有暖中玉器呀！哦，是了。平日娘子丢马，借天气临风西荡，鼻孔东外千斤体，因此上见他委屈相拥我。娘子，娘子，既要为到相夫去，你也应该命我回来的再回家。不对呀！哎，我在路上拾了几根芦笋，我不免将菜点起火来，也好将我的衣服烘干。等他醒来，再与他理论。哎，君子不得志，反被小人欺，我咋得了志？当吃当罢。你这两个石头和尚，可要看看我李老爷的厉害。
哎呀呀呀呀！不但小人气，吹呼都要气，我就不靠。乖，这路在下地，到交城一个10日。是，倒引起我李老爷的私心来了。我以10日为地，10路都在几度空都在呀，都在呀，都在。我开口都在，闭口都在。难道李老爷离了这么烂事，就不想我了吗？都在。10路之门就不开，满地水系转归来，苏许难解，几何动啊？就用相待。实苦呀！想我娘子烈之间，正因是不容无名端车王。他的妈也领及他同为父。将我娘子乃官教之女，千金之体。隐藏起谁有这样的变化？怎难终于尽呢？莫非他另有新欢几匹吧？不为呀！我娘子平日是贤德女，我怎能平白无故去冤枉她？也是不定啊！这几天我官早不断空，实际他外面贼曹公犯，莫非他？哎呀，我回去看看。我急急忙忙，为要做。看见娘子睡朦胧，我恰慢上前去敬奉他，给他心来是宠用。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，在我来在窑中，家无个月亮，但亦难鼓动。莫非他今日变记忆，他领跑琵琶要插乱风。娘子，我梦真穷子穷在东
打着乌纱，身穿着红袍，坐定在高处，要记得雨打，我摇摇拜拜拜拜，摇摇出长远。天，你吹风嘛，就不要下雪。哎，既下雪嘛，何必吹风哦？哎，今天出门赶杂没有赶杂，反受了一等衣笼。哎，身上的衣服都被风气打湿了。